各位乡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10月28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丹妮。咱先来关心上新的消息。在台中有一间通信行骗大学生签约，讲买手机啊免信用卡就会当分期纳贷款，而且还会当现摕5000块。不过这个学生唔但无摕到手机啊，阁去用资公司讨销。敢若逢甲大学就有要100个人去互扇大耳，目前警方嘛当伫追查。学生买3C产品，却成做无卡分期的诈骗对象。有受害学生家长指控，囡仔透过一个姓林的查甫人去一间通信行买手机啊，不过商品无摕到，所以还阁派无卡分期的贷款。那个诈骗的话是我的前同事，然后他就问我说，就是能不能帮忙，就是用我学生的身份，然后去帮他购买那个苹果的商品这样子。然后可以拿5000块，然后其实5000块是还好，主要是想说就帮忙一下。那我儿子最低的，他可以拿5000块，然后再来介绍人，就我儿子的同班同学可以拿3000元。我儿子明明没有拿到电脑，但是店家要他赖这一句话。家长指控这查甫人用刀子做话术，爱学生到这间通信行来申办，不止用现摕5000块，一个人将3C产品卖出去分红，欠学生签5到10万的无卡分期契约。了，阁被要求找下卡线，由学生另外找同学来加入，地数阁较侪人受害。他们总是会有一个领头的就会去带他们去买 Apple 的东西啦。他现在是卖电玩的东西啊。学生就是稳赚袂了，也个人趁外路啊。不过最后无摕到产品，阁互用资公司催你交钱。目前已经传出，包含逢甲甲东海大学拢真侪学生受害。逢甲大学表示，这个月初10接到学生的通报，已经启动校安通报。目前有81个学生已经报案。在前几期他都会付款。所以这些持续付款的过程中会清偿这些贷款嘛？所以清偿贷款过程中，同学觉得说，他觉得是没有问题的。我们警方已经掌握案情，在追查中。那目前也检具相关的资料，报请地检署指挥侦办中。警方表示，目前已经收到2间学校的学生报案，也锁定一个查甫人的追查，已经扩大侦办，除了会调查清楚契约细节，查甫人是毋是有用诈术，甲是毋是有其他被害者，是后续调查的重点。记者综合报道。各位乡亲，咱来看今仔日早报的重点。咱先来看《中国时报》，中国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因为心脏病过往，才到68岁。官方发呼音，讲李克强是党甲国家真出色领导人，强调伊病逝是党甲国家重大损失。包括美国甲日本等等几个国家的政要嘛拢来表达哀悼。所以咱来看《联合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日料伫国务院接待来访问的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王毅伫对话当中强调对话的重要性，希望双边的关系会当变较好。登去到健康、稳定，而且通持续发展的状态。然而，美国国务院转述表示，这是双方保持沟通的一部分，也会继续来对话。过来，咱来看《自由时报》，交通部公布8月份交通安全事故的统计，因为车祸死亡的人数有200个人，比去年同期是减63个人，降24%。然而，一个月死亡人数已经要66个月以来的新低。不过，交通事故的数量甲受伤的人数，也是比去年同期增加4%。交通部长王国才讲，6月份强化执法了后，7、8月的情形有变较好，相信在下半年会愈来愈好。在台南有一个查甫人，在无生命危险的情形之下，伊要去病院，煞是清早打电话叫救护车。根据台南市消防局的统计，今年已经叫53届。甚至伫咧8一日内底坐4架的救护车，尾手消防局甲伊开一张1400块的收费单，未来嘛按算会研议办法加重处罚，避免佫出现这种偷窃使用救护资源的行为。消防局119勤务中心，逐工消防救护案件真多，不过问题就是有寡人明明不是紧急救护，也是叫救护车来载送去病院。有什么慢性病史吗？不好意思，你刚才有报案件？没有。
只有单纯肚子痛。最近台南中西区多一个查甫人，每一届要去病院看病，都打电话叫救护车，附近几个分队拢被派遣过。统计伊一当叫救护车53摆，还佫一天坐4摆记录。而伊救护人员挡不了，开出收费告知单予伊。10月的部分就是这个月，它的频率越来越高哦，可以高达21次啊。那在历经3次的访查，可是未见有成效，我们救护同仁就向他开了这个收费的通知单。毕竟还是有很多人需要就是救护车这个资源，那它是属于大众的一个公共资源。只罚这么一点点钱，我每天喝一杯咖啡、一杯饮料就超过这个钱呢。我觉得不可思议，我觉得应该有罚则。不过一张清晰的收费告知单，恐惊成效不好。我们会来跟这个召开会议啊，对于这一个滥用的这个处罚能够再加重啊，提高那个比例。台南市消防局强调，救护案件每年增加，不过邀请一慢性病人，也就是酒醉的人，关系叫救护车再去病院，都为着省交通费，所滥用宝贵的救护资源。针对这种将救护车做假停车行为，也要研究出办法来阻止。记者综合报道。咱来关心有关交通安全的消息。最近小连续发生大台车的交通事故，有立委就呼吁交通部都要学日本。驾驶若是违规，公司嘛要连带受停牌处分。若是遐犯物件的累犯，甚至会互撤销营业执照。因为交通部公路局讲，拍算甲防记点记几啊届的高风险驾驶，佮叫倒来训练，而且嘛会甲游览车 GPS 速度的警示，为原本加10趴这的警示，会修正做只要是超过限速，就会随做警告。10月24日，苏花路龙泵坑内底发生沙石车违规，造成连环车祸。立委区显地讲，这台弄着人的沙石车是业者石富同运的，这2年都是超速违规，都去用罚41届。另外，还有其他各种的违规，拢总161届。批评讲，伊根本就罚唔惊，才会阁发生事故。伊根本就不在乎要被罚多少钱，那就算司机这个记点太多，吊销执照又怎样？我就是继续无照驾驶啊！最近真正传出大台车的交通事故，立委呼吁违规驾驶所属业者，嘛要受到车辆吊牌停驶的处分。若累犯呢，更较应该停止营业，甚至是撤销执照。运输学者认为讲，单法虽然有效，不过因国内对交通安全的意识无够，若要修法，应该检视所有车路顶违规的情形，为自家用的车到营业的车，拢应该同步来检讨。全世界各国的法令不是只有对职业的驾驶职业的公司，甚至对于我们一般的驾驶人安全驾驶的要求都是很高的。比如说一些超速啦，或者是还有一些其他的特定的违规的话，我想我们就会把他这个就是这样子的驾驶人把他要求要来做这个召回的训练。交通部公路局回应讲，当地研究几啊届启用记点，游览车高风险的驾驶要甲调回训练。另外，游览车 GPS 速度警示系统会由限速加10%，修正做达到限速就会警示。目前公路法内底对客运甲货运无共违规的情形，拢有相关的规范。有肇事记录的业者，1年评鉴会无列顶，每个月至少查核1届，会继续随时做检讨。记者综合报道。为了改善护理师欠卡手而且薪水低的情形，成功病院伫昨天宣布，为后个月开始，轮3班的护理人员会加1680块的薪水。因若申请人员月计嘛有43000外，差不多有700个护理师会调薪水。因若其他较大间的病院嘛有调薪水的计划。护理师认真甲病人上新的病房甲用药记录来交接，为每一位病人的健康来监管。不过护理人员就愈来愈少，为着甲人留条呢，国内成功病院宣布对这个起轮第3班的护理人员全面加薪1680块，新进的人员每个月调薪到43680块。从疫情到现在，就是上班的时数也比较多，那休假天数也相对比较少的状况，就是大家都是比较辛苦的。经由这摆调薪，成功病院讲，大约8成护理师，大约700人薪水会增加。这摆宣布加薪，主要希望调整医护台务，改善就业环境，达到带头引领的效果。也希望13班有执照，又过无做这个行业的护理人员，搁转来工作。
31万的有这个执照的护理人员，有13万人是目前没有在我们第一线执业的。我们透过今天这样一个加薪的措施，希望能够召唤这些兄弟姐妹们，能够回来我们医疗的第一现场。感谢医护人员薪水加问题，真侪间病院都有加薪的计划，像是中期病院每年7个到8个调薪，9个入铺头；阿东病院今年9个按病房的级别加薪，上悬1500块。另外，大安病院甲国泰病院明年也加薪。虽然离我们加薪的幅度还有点距离了啊，不过我想这是医院释出的善意哈，希望能够带领更多的医院能够这个见贤思齐嘛。整个医院职场环境改善，除了政府责无旁贷，那我觉得医院也是我们护理人员直接的雇主。职场环境改善，其实确实是没有局外人。卫福部讲，就国内全部护理人员有伫工作的10月23是189636人，比一个增加3056人。不过护理师护士工会全联会认为，护理人员无够比照护员较严重，政府应该听取建议，提升护理的薪水，才有法度彻底改善护理人员无够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国际重要紧，咱来关心以色列甲巴勒斯坦的冲突，到今是还无停歇。以色列国防军拜五宣布，因当伫咧加沙地区扩大地面的行动，也让外界嘛预估，因目前已经开始入侵的行动。而且因为针对防空甲基础设施空袭的关系，目前加沙的通讯也有大部分的网络是拢去用切断去，当地居民会当讲是拢失去联络。夜空当中一直传出爆炸火光。以色列27暗时对加沙北部发动猛烈轰炸。以色列国防军表示，空军对防空甲基础设施大规模攻击，佮扩大地面行动，加深外界预测以色列可能展开地面攻击。בהמשך לפעילות ההתקפית שביצענו בימים האחרונים, כוחות היבשה מרחיבים את הפעילות הקרקעית הערב. צה"ל פועל באופן עוצמתי בכל הממדים על מנת להביא למימוש מטרות המלחמה. 因为轰炸加猛烈，加沙通讯甲大部分网络被切断。真侪大伫国外巴勒斯坦人拢表示，甲加沙亲人失联。巴勒斯坦红新月会表示，已经甲加沙办事处甲所有地面团队完全失去联络。巴勒斯坦卫生部拜五公布上新的数据显示，为10月7日以来，以色列攻击已经造成7300多人死亡，超过18500人受伤。34间病院当中，已经12间无法度运作。不过，以色列国防军指控哈马斯利用加沙地区病院做军事行动中心，替病院做巴顿，佮公布空中协图，甲哈马斯通话录音者证据。加沙卫生部否认这讲法，强调病院只是用来治疗病人。另外，咧召开的联合国大会是以压倒性的票数通过要求两边停火决议。In favor 120, against 14, abstentions 45. Draft Resolution A ES 10 L25 is adopted. 不过，加拿大提出的修正案要求在这决议当中严厉谴责哈马斯，今日得到88票赞成，无达到2/3限制无通过。哈马斯呼吁世界马上采取行动阻止以色列轰炸，佮发声明呼吁阿拉伯甲穆斯林国家，要求国际社会承担政治马上采取行动，阻止针对加沙人民的罪行甲连续屠杀。公视新闻台为您报道。中东爆发以色列甲巴勒斯坦的冲突。国际上关注的焦点嘛，伫咧转移。原来乌克兰的战场，目前伫咧前线以外的所在，看落哪像是有较长好啊。不过，要是会受到罗西亚空袭的威胁，民众生活要是会感觉提心吊胆。遮侪受到损伤的城市，即马已经开始动工咧重建。因为战争，致使内心受到创伤的百姓，伊的心理甲身体健康，互关的需求嘛需要受到重视。今仔日下暝7点半，青春咱的梦。罗西亚甲乌克兰战争系列报道，要带大家做伙来看乌克兰伫咧战争时期的重建之路。当地的战事，致使人的身体甲心灵受到真大的威胁甲压迫，被迫离开家园去他乡生活的乌克兰人，要安怎面对现实的挑战 ？Psychosocial Support Service 心理社会支持服务，变作是遮的负责人甲囡仔治疗心病上好的解药。
因为很多小朋友他因为经历过战争，他会有一些创伤的一些经历，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个计划可以帮他们重建信心，然后学习如何去表达自己的情绪，然后帮助他们从战争的阴影走出来。战争打开始，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就发布全国军事动员令，禁止18岁至60岁乌克兰男性离境，爱留伫国内保卫国家。不过炮弹无情，真侪人因为战争受伤。 离开战场了后，因要安怎恢复信心，重新好好生活。Вписаний з військового обліку, тому що не усі ампутації підлягають списанню, насправді. Тому що, наприклад, ампутація гомілки – це не завжди людина списує з військового обліку. Повернення на роботу, повернення до звичайного життя з друзями, вести максимально активний соціальний спосіб життя. 在世界各国的援助之下，真侪要互罗西亚占领的城市。 在修复了后，开始中建的路。不过战争要战袂煞，即嘛敢是中建的好时机。We need to at least rapidly restore a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that is required for provide basic needs for the population, for Ukraine economy, and to our military forces. 乌克兰人把悲伤化作力量，运用各国的资源，重建生活的所在，安打心内创伤。 开始走向重新再起的日子。记者吴定武、林建如，罗马尼亚、乌克兰综合报道。电影上头来关心，咱台湾即马人口老化的问题是愈来愈需要受到重视。伫家己的头一间失智症长照服务园区，经过4年的调建，27正式落成，面积有甲600平，内底除了有日式的照顾中心，还佫有咖啡馆。 而且，互原地放伫遐咧用的薰草检验场，经过翻过了后，成做服务失智症侪会人的所在。是大队服务人员豆豆仔来学冲咖啡的功夫。伫这个多功能的长照服务园区内底，门后有日照中心、团体家厝，阁有互失智时大中高龄人士来替大家服务的友善咖啡店。跟长辈有互动，然后也让我学习到很多，除了人际关系。 好，还有在作业上流程的认识，这样子的过程当中可以延缓老人的一个退化之外，最重要他回去之后心情的部分、社交技巧的一个部分，还有他对于一些人际互动，还有他的认知，其实都有很大的帮助。原本是趴远在活动的薰草检验场，伫嘉义县政府中部乡公所甲天主教中华圣母基金会合作之下，成立长照服务园区。除了照顾失智失灵的时代，嘛希望透过友善的环境，让社会更加了解失智症。伊容纳会只有伫30-40个啦吼，所以讲对着阮地方呢，咱这老人吼啊，加加减减吼，有一寡帮忙啦吼，可以有一个好的所在。大家认知的照护场域是你很难去接近的。 甚至你要进去都不得其门而入。为什么这个照顾场域我随时想看，让我去了解，原来现在照顾可以长成这个样子。事实上，现在的日照都可以服务到中度甚至重度。那这个部分以目前这样的一个规划空间跟相关的设备，事实上服务到重度的也都没问题。嘉义县政府表示，这是第一个失智症示范照顾基地。 在1月正式服务了后，会参考这个情况，配合中央一个高中学区一个日照政策，刷来替沿海乡镇的时代开始规划日照中心的建制。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新竹母语囡仔区这个团体用台语绘本来讲故事，要教囡仔讲台语，而且因打造游戏的环境，内底有各种的材料，透过让囡仔用摸的、用看的、用听的等等的方式来刺激囡仔对物件的观察。 希望会当发挥创意，或者囡仔会当用新式的方式来学台语。囡仔手提工具对音乐声拿摇。困去啊！伫遐大兄烟，伫我走厝去好，都安尼困去啊。柯老师利用台语讲3只猪仔的故事，互囡仔听。出来，囡仔就透过现场各种的材料，甲家己想法测试。 家长讲，利用这款的方式来互囡仔学台语，效果袂歹。因为讲较趣味啊，然后你学的时阵吼，会学搁较紧啊。互囡仔加了解讲咱台语，第一咱生活中的重要，啊，互因搁教囡仔加减佚佗安尼。新竹母语囡仔区利用水彩、土、水、沙以及佚佗物仔做材料，
打造出各种不同的游戏，来刺激囡仔的五感。五感就是囡仔会使用伊的目睭、鼻啊、耳啊、手，也是喙，也是骹去感受。啊，亲像阮遐有准备意大利面、泥色，啊，囡仔可能平常时食意大利面是用喙去食，毋过无用手去耍，摸迄个感觉软软 Q 的感觉。主办单位讲活动无任何限制，开放式的算法就是要让囡仔发挥创意，享受黑白算的趣味，也透过体验对过程中哪算哪学台语。记者杜君豪新潮报道。天气报你知，咱做伙来看今仔日各地温度。北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25度；中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27度；南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29度；东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26度。咱来看外岛地区，22度至27度。还有未来这3日的天气。这2天早暗会较凉冷，民众出门都要加套衫。感谢大家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丹妮。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